昨暗伫咧台北捷运有一个查甫人和伊女性的朋友做伙接捷运的时阵，互一个食酒醉的查甫人踢着伤，双方也起冲突，甚至是甲人掟颔棍。另外讲到这顶礼拜六呢，高铁有民众举刀，这个嫌犯今仔日也去互掠着啊。嫌犯是讲伊是不满伊的人互下过去，才会举刀啊出来。专家也建议讲，若准碰到这款的攻击事件，就要赶紧闪开，而且赶紧报警察。 影片当中，两对男女正诉激动，其中挂目镜姓陈查甫人阿妈棍，佮互对方定掉咧，两人是真不满。请你道歉好吗？他刀了你吗？怎样？怎样？我是故意的耶！你很明显是故意的。 台北捷运17松山新店线车厢内底冲突，后民众翕落来，所警方到场了解，姓陈查甫人讲，互穿红衫查甫人踢伤，引起冤家。他故意的拉着那个杆子，哎呀，这样子踢我的脚，把我的脚塞到车和门缝之间。因黄女善发酒味，且陈男认为黄女未有道歉之意，事后陈男已至厦门街派出所就黄女伤害部分提出告诉。 另外，16发生的高铁堵刀案件，嫌犯经过28点钟了后，总算抓到。逃走过程中，甚至变装制作断点，互警方就歹找。在这里向社会大众道歉。这查某人的失控，根据了解，竟然是因为被下跪无结掉。不管是高铁捷运，民众若拄到攻击事件，警方呼吁车厢内底正下，建议马上远离闪避。 发现任何不法，可立即按下月台电梯旁或捷运车厢红色紧急通话钮，或拨打110报案。对人马上通报，这警队也示范应用在配包保护身体，利用雨伞挂头顶，防止歹徒近身攻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